庭。自從 S 名死後，大媽就打破大家的幻想，而她一連串作為更是令人咋舌。由佢自己編製的新抱奶奶不和，一年監護令，媽媽死後2日才公布，靈堂上的霸道都很不假。人死如燈滅，有何憎恨才能令一家人走到如此田地？是萬惡之源，人心醜惡，還是別具隱情？我哋就用宇宙之眼去探視真相，我哋從3方面去研究 S 名生前的狀況。關於大媽向法庭申請監護令以及指控父親騷擾病房的傳聞，是否如他所說？會唔會有另一個版本？媽媽死後2日才公開死訊，她說很忙，自己都不能見最後一面，是否真實？圖1，受到非一段性的威脅，內裏只能禁錮或規限在某一點業某一個地方。進卦，他想接確遍外界或陽光，但被限制，一種困於方寸、難見天日的壓抑狀態。在易經進卦中，原本象徵旭日東升、進步光明，但若受困，則形成強烈反差。他如被困在井底的飛鳥，雖仰望着上方那一抹屬於外界的晨曦，身體卻被鎖死在冰冷的陰影中。這種限制並非一朝一夕，而是一種長期的窒息感，將他的世界強行壓縮成一個動彈不得的定點。圖2，痴漢心中最開心的是某人被捆綁、限制禁錮，完全和外界斷聯，禁止外界有人接觸 S 名，只有受傷入院通知外界。今次死後2日才通知父親、細佬，其他親人都只是 FB 知道地的情況，有違常理。45卦賭卦，卦中所講不可以集在一起，意思更指血濃於水，更加沒有可以合在一起。更好的狀況是陰陽相隔，死無對證。圖3，某人的謊言話術令到 S 名覺得某人是自己唯一的拯救，某人背後造謠，如阿媽討厭誰破壞家戶完整，由始至終卻只係某人一言堂。對卦要製造家人親，令阿媽同自己先係同路人，由此可以此人深謀遠慮去計算，玩弄人心，對此樂此不彼，人前人後兩個樣，完全違背人倫常理。圖4，罪惡感，一個人行得正企得正，為何有罪惡感？怕媽媽見其他人，還是跌倒開腦令大隱情？某人種種惡行而製造死亡事件。上對下利，革卦49卦，某人的離開 S 名係未真係敷倒而入院，還是因氣急而跌倒，根本都是其一面之詞。某人對自己計謀覺得很自豪，成功打破以往格局規限，以往害怕利益受損，最好老豆都由自己照顧，要做孝子。圖5，結果表情符號困惑，明納心痛苦，見到自己大仔自家人發惡，用自己個阿媽身份對其他人指手畫腳，只能恨自己教育得不好。上近下利卦22卦指某人本質不實，人品不佳，只靠文飾是不會有大作為的。所謂金玉其外，敗絮其內，有時言過其實，德不配位，反而弄巧成拙，把事情給搞砸了。